大家好，我係 Avis，歡迎嚟到快啲系列嘅短視頻。呢個係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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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個都係我，但係都唔止係我。我認為我嘅人生咧，暫時性可以分為3個階段。重點係咩？你已經唔再係學生啦。第一階段公開考試之前，我認為人生只有一條大路。第二階段公開考試失敗之後，我就由基礎文憑到高級文憑，最後大學畢業之後就發現其實路係可以自己慢慢咁鋪出嚟嘅。第三階段就係大學畢業去到依家啦，由揾到同專業對口嘅工作，去到覺得人生應該有啲意義，轉職咗去做 NGO， 再到依家做咗一個全職嘅 slasher。我發覺一直都喺度尋找緊所謂嘅標準答案，唔尋一套自己嘅生活方式啦。但係咧後來咧醒唔到一樣嘢，其實當你真正成長嘅時候，你就會知道一樣嘢，你已經唔係一個學生，人生係冇標準答案，工作都係一樣冇標準答案。你又對我邊一個階段最好奇咧？留言話俾我知，下條片詳細同你講。